所有香港人即刻停手。而家全港瘋搶嘅港元高息定存根本唔係穩賺福利，係香港金融最危險嘅危機信號。90%港人跟風存錢賺息，最後只會輸埋本金、輸埋層樓。今日徹底揭穿呢個傳聞假象，拆解銀行瘋狂高息攬存嘅終極真相。但凡近期行過香港街頭商圈同金融街區嘅港人，多多少少都會察覺到一件極度反常嘅事。由中環、銅鑼灣、尖沙咀呢啲核心商圈嘅銀行總行，到遍佈各區街邊巷尾嘅社區分行，甚至係大家手機銀行 App 嘅開屏彈窗日常推送廣告，成個香港金融界而家嘅宣傳重點100%係清一色嘅港元定期存款優惠。而家香港零售金融市場入面，半年期、1年期嘅港元定存利率輕易就衝到3.4厘至4.2厘，徹底擺脫過去多年嘅低位橫行格局。普通市民唔使做貴賓，唔使大額資金，都可以輕鬆鎖高息。如果係全新入帳嘅新資金，好多主流銀行仲會進一步加息，部分專屬定存利率高到顛覆大家以往認知。就係呢波肉眼可見嘅高息紅利，令到全港市民紮堆開戶跟風存定存。身邊好多親戚朋友街坊都紛紛入場，個個都覺得銀行主動補貼高息係政府同銀行俾港人嘅穩賺着數。零風險純收益係千載難逢嘅理財機會。但係我今日實地拆解對照金管局最新數據，結合10年金融運行規律，同大家講一句真話，呢個全民穩賺嘅畫面係徹頭徹尾嘅假象。呢一波全城瘋搶嘅港元高息定存根本唔係普惠市民嘅金融福利，反而係香港金融體系持續失血、市場流動性枯竭、銀行流動性壓力、踩中警戒紅線嘅危險預警。表面睇落人人有錢賺，實質係香港金融業10年一遇嘅大洗牌悄悄緊上演。你手入面每一分存款、每一筆按揭、每一項投資，甚至你曾自住物業嘅價值，都會被呢場金融變局深度影響。今日呢條片，我由底層邏輯逐層拆解，由表層現象挖到核心根源，全程乾貨冇廢話，徹底講透香港銀行不計成本加息攬存嘅真正原因，幫大家避開絕大多數港人都會踩嘅財富陷阱。想要讀懂呢場港元高息攬存嘅變局，首先要推翻90%香港投資者都搞錯嘅基礎認知。好多人天真以為銀行俾高息大家存錢係讓利市民回饋大眾嘅慈善行為，但係大家一定要記住，商業銀行從來都唔係慈善機構，所有高息攬存、利率補貼優惠吸資嘅操作，全部都係為咗生存、為咗逐利，絕對唔會做虧本生意。由銀行業最核心嘅營運邏輯嚟講，市民存入銀行嘅每一筆港元資金喺銀行財務報表入面並唔係資產，而係實打實嘅剛性負債。由你存錢入帳嘅一刻開始，銀行就已經背負咗固定嘅付息責任。無論市況好壞，無論銀行賺蝕到期必須足額歸還本金同利息呢，係冇得傾嘅金融鐵律。除此之外，銀行吸納存款仲要承擔大量隱性成本，包括資金管理成本、分行營運成本、系統維護成本、監管合規成本等等。每一筆沉澱喺銀行帳戶嘅閒置港元，日日都要產生利息開支同營運支出，持續蠶食銀行利潤。銀行唯一嘅賺錢模式，唯一嘅生存邏輯就係賺取存貸息差。簡單嚟講，就係以較低成本吸納市民閒散資金，再以更高嘅利率放貸出去，借中間嘅利率差額賺取利潤覆蓋成本。呢個係全球銀行業通用嘅生存法則。香港作為高度市場化嘅金融中心，呢條規則只會更嚴苛，絕對冇例外。我哋用最直白嘅數據舉例，如果香港銀行以3.6厘左右嘅成本吸納港元定存，咁對外放貸嘅利率最少要去到2.8厘以上先可以勉強回本。想要真正賺錢，放貸利率必須突破5厘。換句話講，銀行吸翻嚟嘅存款必須成功放貸出去，先可以形成盈利閉環。一旦市場冇人貸款，資金放唔出去，銀行每多吸一筆存款，就會多虧一筆利息，純粹係做虧本買賣。而家香港銀行不惜虧損都要瘋狂攬存，正正就係因為市場出現咗嚴重嘅結構性問題。對比10年前嘅香港金融環境，大家就可以即刻明白當中嘅巨變。10年前，香港經濟樓市營商環境全面繁榮，市面商鋪林立，各行各業不停擴張，中小企業瘋狂開分店落星項目，大型企業持續投資擴產，佈局跨境業務。與此同時，市民投資氣氛熾熱，人人搶住買樓炒股做投資，樓市成交火爆。
按揭貸款、經營貸款、消費貸款需求爆棚，市場資金供不應求。嗰陣時嘅銀行根本唔需要花錢攬存，市面資金泛濫，存款利率長期低位，銀行淨係靠放貸息差同龐大交易規模就可以穩穩賺大錢，營運輕鬆，利潤豐厚。但係近幾年，成個香港市場環境發生咗不可逆嘅徹底逆轉。而家全港各行各業都進入收縮模式，中小企業停止擴張，縮減開支，暫緩新項目；本土大企業主動降負債、囤現金，唔再盲目投資，唔再胡亂擴張。普通市民嘅心態亦都180度轉變，以往追高投資加槓桿搏收益嘅熱潮完全褪去，而家所有人都進入避險收縮狀態，可以唔貸款就唔貸款，可以減槓桿就減槓桿，可以持現金就持現金，全民求穩、全民避險，成為咗香港市場嘅主流趨勢。呢種全民收縮嘅狀態，催生咗一個極度詭異嘅金融死局。銀行日日瘋狂吸存，手頭囤積咗海量港元資金，但成個市場根本承接唔到呢筆資金，冇企業借錢，冇市民貸款，銀行存咗大筆資金放唔出去放貸，收益近乎歸零。但每日嘅利息成本、營運成本照計不誤，盈利大幅腰斬，徹底陷入增收不增利嘅停滯困境。見到呢度，好多人一定會問：既然攬存係虧本，放貸冇利潤，點解香港所有銀行仲要力勢加息，搶住吸儲？答案好殘酷，呢個根本唔係銀行想賺錢嘅主動操作，而係香港金融體系流動性壓力，逼近監管紅線之後不得不做嘅自保行為。而家嘅高息攬存唔係睇好後市擴張業務，而係銀行提前囤積現金，應對即將殺到嘅雙重金融風暴，純粹係保命操作。大家一定要分清兩種金融危機。我哋熟知嘅97亞洲金融風暴、08年環球金融海嘯都係爆發式危機，股市樓市大跌，市場恐慌，資金出逃，人人都可以直觀感受到危機。但係而家嘅香港正經歷一場長達10幾年極度隱蔽嘅慢性金融失血，冇暴跌，冇恐慌，冇新聞熱搜，日日都係靜悄悄嘅港元資金外流，一點一滴抽乾香港金融體系嘅流動資金。普通人睇落市面一切如常，經濟平穩，實則香港金融嘅根基已經慢慢鬆動。過去幾十年，香港係連接內地同環球市場嘅核心金融樞紐，海量外資湧入香港開戶買港股做跨境投資，大把港元資金長期沉澱喺本地銀行體系。嗰陣時，香港銀行資金充足，成本低廉，流動性爆棚，營商環境得天獨厚。但係由近年開始，外資持續撤離，港元資金常態化外流，已經成為不可逆嘅長期趨勢。呢種資金流失並唔係單次大額資金出逃，而係每個月源源不斷零碎化，將港元兌換成美元離場。日積月累之下，香港港元資金池好似湖泊一樣慢慢乾涸，表面風平浪靜，內裏流動資金已經嚴重短缺。對照金管局最新嘅官方數據，足以證實呢個危機。本年度金管局多次喺7.8港元對美元嘅關鍵關口入市干預，拋售美元，買入港元穩定匯率。但每一次官方入市操作之後，銀行體系總結餘都會大幅下跌，同業拆息持續走高。呢個係港元流動性極速收緊、資金持續枯竭嘅最權威信號。而家香港銀行體系已經極度脆弱，一旦遇到大企業集中調資、跨境資金劃轉、銀行季度結算等常規資金波動，就好容易出現短期周轉困難，甚至誘發流動性風險。為咗守住監管硬性指標，避開致命危機，全港銀行達成共識，不惜短期虧損加息，鎖住市民手上嘅閒置港元，囤積足夠現金過冬。呢個行為充分證明香港銀行業對未來1-2年嘅經濟走勢極度悲觀，寧願放棄放貸收益、虧本囤現金避險，都唔敢冒險擴張。大家一定要記住呢個核心邏輯：銀行瘋狂高息攬存，從來都唔係利好信號，係風險預警信號。喺流動性持續收緊嘅大環境下，今年最關鍵、最容易被普通人忽略嘅風險節點，就係季度銀行結算疊加美聯儲利率決議嘅雙重窗口期。喺普通人眼中，呢個只係普通月份交替，但喺金融市場，呢個時間點直接決定數百萬香港按揭業主投資者嘅財富命運。首先講香港銀行嘅監管規則，每年3、6、9、12月係固定季度結算期，所有持牌銀行必須向金管局同股東提交完整財報、公示流動性覆蓋率、資本充足率、風險撥備率等核心數據。一旦指標唔達標，銀行會被處罰、評級下調限制業務，後果極為嚴重，
前幾年市況好，資金充裕，香港主流銀行流動性複合利率長期維持喺160%以上，遠超國際標準。嗰陣時銀行同業拆借順暢，資金調撥自由，輕輕鬆鬆就過到監管考核，根本唔使高息攬存。但係今年市場徹底反轉，全港銀行抱團自保，鎖緊資金同業拆，借市場大幅收緊，冇機構願意拆出大額港元。就係8月開始，全港銀行集體加息，提前1-2個月衝存款規模嘅核心原因。各大銀行都係提前儲量美化報表，應對季度考核，規避合規風險。如果講銀行季度結算係常規壓力，咁美聯儲利率決議就係今年最大嘅變數，亦都係最多港人踩坑嘅認知盲點。而家市面好多人樂觀認為，美聯儲開始降息，香港就會跟隨寬鬆，港元流動性會變回充裕，樓市股市回暖，大家嘅按揭月供壓力都會減輕。但呢個大眾共識存在致命漏洞，完全忽略咗長期累積嘅港美息差結構性矛盾。對上一輪美聯儲加息週期，美元基準利率累計加咗超過500個基點，幅度前所未有。但香港最優惠利率只加咗唔夠80個基點，力度嚴重不足。巨大嘅港美息差製造咗海量無風險套利空間，機構大戶瘋狂借低息港元換高息美元套利，持續抽走香港本地港元存量，進一步加劇流動性危機。對照華爾街多家投行嘅最新預判，今年美聯儲單次降息最多5至50個基點，咁輕微嘅調整根本填補唔到長期存在嘅港美息差缺口，只可以短暫安撫市場情緒。更加危險嘅係，而家市場預期已經分化，部分權威機構預判美聯儲將會維持利率不變，直接打破全民降息幻想。就算美聯儲如期小幅降息，都絕對唔足以令數千億外資回流香港港元市場。香港各大銀行研究部早已預判，就算美國降息，香港港元流動性緊張嘅現狀都唔會改善，反而如果降息預期落空，會觸發新一輪大規模資金出逃，令港元流動性雪上加霜。正因為提前預判到呢波市場震盪，全港銀行先會不惜成本吸存團資，對沖即將到嚟嘅流動性缺口。換句話講，大家期待嘅利率放鬆、樓市回暖、資金寬鬆，好大機會全部落空。喺呢場金融變局入面，受傷最深、損失最大嘅就係全港數百萬住宅按揭業主。好多人唔知，香港私人住宅按揭利率高度掛鈎港元同業拆息，而拆息永遠唔可以低於同期港元定存利率。呢係蒸籠市場不可打破嘅鐵律。如果按揭利率低於定存利率，就會出現無風險套利流動，所有人都會提款去同業市場套利，徹底打亂港元資金循環。呢條規則直接鎖死咗按揭利率嘅下調空間。只要銀行持續推高息定存，港元資金緊缺，香港按揭利率就會長期企喺高位，絕對冇下調可能。而家好多業主咬牙頂住高下月供，寄望年底或者來年降息減壓，但現實遠比大家想象殘酷。銀行攬存成本已經永久走高，唔單止按揭利率冇得降，後續銀行為咗對沖成本，好大機會進一步上調最優惠利率、按揭封頂利率，加重全港業主嘅供樓壓力。而家好多業主供樓8到10年，欠款本金幾乎冇點減少，每月絕大部分月供都係俾利息，根本冇點還本金，等於長年幫銀行打工，負債完全冇降低。對比08年之後嘅樓市黃金10年，差距一目了然。當年香港按揭利率長期處於超低區間，住宅租金回報率遠高於貸款利息，買樓自住之餘，仲可以靠租金穩定賺錢，所以當年全民搶住入市，樓市熾熱。但係而家嘅香港樓市徹底反轉，進入逆向週期。目前香港私人住宅平均租金回報率只係3厘左右，主流按揭實際利率已經超越租金回報，形成嚴重嘅利率倒掛、負現金流困境。對投資者嚟講，租金賺唔到利息，持有物業純虧損，完全唔值得入市。對剛需嚟講，高額月供、高位利息壓得喘唔過氣，根本唔敢接盤。市場新增購買力持續萎縮，樓市失去上漲動力。有人會話，今年上半年香港樓市成交同比上升，係咪代表樓市回暖？我同大家講，絕對唔好被表面數據欺騙。上半年成交回升，完全靠外來人才置業，同頂級豪宅成交支撐。普通二手住宅成交持續低迷，近乎停滯。與此同時，各大發展商為咗快速回籠資金、減輕債務，不斷大幅減價、送車位、送優惠、高折扣促銷新盤，低價新盤持續衝擊二手市場。
令二手業主進退兩難。一邊係新盤搶晒客源，二手單位長期冇人問津；另一邊係每月固定嘅高額月供，持有物業日日虧錢。喺雙重壓力之下，未來樓市好大機會出現業主集中拋售資產易主，調整週期持續拉長。大家期待嘅樓市反彈，短期絕對唔會出現。講完表面嘅利率樓市問題，我哋再深化深層結構性根源，呢個先係決定香港未來10年、20年金融走向嘅核心關鍵。而家港元嘅核心使用價值持續下跌，港元跨境結算、企業港元融資市場港元流通規模逐年收縮，香港傳統港元金融樞紐地位正在徹底轉型。過去幾十年，香港係內地企業海外融資、外資入局內地嘅唯一核心中轉樞紐。內地企業跨境融資、掛狀貿易結算全部經香港處理，港元憑借自由兌換、掛鈎美元嘅優勢，成為亞洲核心離岸結算貨幣，帶動香港銀行全員擴張穩定盈利。但係隨着地緣格局轉變，人民幣國際化加速，內地金融市場全面開放，香港傳統港元融資嘅獨有優勢徹底消失，三重核心資金缺口同步爆發，持續抽乾香港金融活水。內地企業撤離港元融資，跨國企業亞太總部撤離，本土港元消費資金持續外流，三重壓力夾擊，徹底壓縮香港銀行生存空間。首先係內地企業融資模式徹底轉型，早年內地大企業海外發展，首選香港港元美元貸款，因為海外融資成本平過內地人民幣貸款，性價比極高。但近年內地貨幣政策持續寬鬆，人民幣貸款利率大幅回落，而香港港元利率持續走高，港元融資嘅成本優勢徹底消失，所以大量內地企業主動還清港元外債，全面撤換本土人民幣融資。央行亦多次明確表態會持續暢通本土融資渠道，支持內地企業扎根。內地發展進一步削弱市場對港元跨境融資嘅需求。呢個轉變對香港銀行業係致命打擊。內地大型企業原本係香港銀行最大、最優質、最低風險嘅核心客戶，係銀行穩定息差收入嘅主要來源。而家核心大客戶批量流失，香港銀行失去咗最穩定嘅盈利渠道，只可以將業務轉嫁到本土中小企同普通市民。但本土經濟低迷，貸款需求疲軟，完全撐唔起銀行盈利，銀行業自然陷入困境。其次係本土港元消費資金持續外流，徹底打斷香港多年嘅資金內循環。以前香港市民所有消費、購物、娛樂都留喺本土資金喺餐飲、零售服務行業流轉，商戶賺錢存銀行，銀行再放大投資，形成完整閉環，帶動全城經濟活力。但而家大灣區深度綜合，香港市民週末假期常態化北上消費、遊玩置業，大把港元兌換成人民幣留喺內地，淨唔回流香港銀行體系。本土口費資金持續流失，市面商鋪營收大減，紛紛縮減規模甚至結業。本土經營貸款需求進一步萎縮，市況越嚟越差。三重資金缺口疊加之下，香港銀行徹底進退兩難，外部優質業務流失，內部資金外流，市場貸款需求枯竭。為咗滿足監管資本充足率、流動性覆蓋率嘅硬性要求，維持基本營運，銀行只可以全力吸納市民閒置港元，用高息定存填補資金缺口。但呢筆高息吸納嘅存款根本冇優質高回報放貸渠道，大部分只可以存放同業認購低風險政府債券，靠微薄息差苟活。呢種企業唔擴張，市民唔投資機構，只保本嘅狀態，就係經濟學入面典型嘅資產負債表衰退。而家成個香港市場，所有人嘅目標都係存錢減債避險，投資動力、消費動力、增長動力全面下滑，再加樓市、股市持續調整。留存喺香港嘅資金全部係保守避險，資金只求保本，唔求賺錢，完全唔參與市場投機，缺少主動做多嘅資金。香港資本市場徹底冇全面牛市嘅可能，未來只會持續分化、震盪偏弱。透過港元邊緣化嘅表層現象，我哋可以精準預判香港金融嘅未來走向。喺大灣區融合人民幣國際化嘅大趨勢下，香港金融亦正在完成歷史性轉型。傳統港元跨境業務持續萎縮，離岸人民幣業務高速爆發。金管局數據顯示，香港人民幣業務額度持續上調，離岸人民幣貸款突破9,300億，創下歷史新高。港交所亦持續優化人民幣債券、K 貨、跨境理財通等產品，人民幣業務已經成為香港金融新核心。未來香港銀行業嘅盈利重心會全面轉向人民幣理財、跨境人民幣結算、
內地企業離岸人民幣融資等新業務。港元流動性長期緊張，高息常態化已經成為香港經濟新常態。以往資金泛濫、利率低廉、資產普漲嘅港元紅利時代已經徹底終結，永遠唔會返嚟。總結落嚟，今次港元高息定存熱潮背後暗藏三大影響所有港人財富嘅深層危機，冇人可以獨善其身。第一，香港正經歷長期隱蔽嘅慢性經濟金融衰退，冇崩盤式大跌，但企業盈利收縮、消費下滑、資金外流會成為常態，經濟活力逐年減弱。第二，美聯儲利率決議落地後，好大機會觸發新一輪資金波動，港元匯率震盪，流動性進一步收緊，金融風險升溫。第三，香港按揭高息時代長期持續數百萬，業主供樓壓力難以緩解，是調整週期拉長，短期絕對唔會整體回暖。面對呢場數十年一遇嘅金融格局大變局，普通香港市民應該點樣自保？點樣守住資產，避開縮水風險？我結合最新市況，整理咗一套實用性極強嘅避險方案，俾大家直接參考落地。首先，徹底扭轉錯誤理財觀念，千祈唔好將港元高息定存當成零風險福利，銀行超高息攬存係流動性危機嘅警示信號，唔係惠民紅利。大家配置資產嘅時候，千祈唔好重倉鎖死，長期定存，避免資金失去靈活性。一定要分散配置，預留充足活期同短期靈活資金，應對日常開支同突發風險，規避單一資產集中風險。同時要注意，大部分超高息定存只限新資金有鎖倉限制，部分唔受存款保障，千祈唔好盲目跟風。其次，嚴控個人同家庭槓桿，絕對唔好盲目加負債。追樓時已經持有物業、背負按揭嘅業主，一定要優化個人現金流，縮減非必要開支。儲備3至6個月應急資金，應對未來收入波動同加息風險，杜絕斷供、資產貶值、信用受損嘅危機。仲未入市嘅剛需朋友，千祈唔好被局部小回暖嘅假象迷惑。而家樓市冇增量資金支撐，貿然接盤只會長期被套，承受高息同貶值雙重虧損，一定要保持觀望。至於港股商鋪投資者，必須徹底改變投機心態。而家市場以避險資金為主，缺少做多動力。全面牛市遙遙無期，短線投機虧錢概率極大。後續投資優先揀現金流穩定低負債、抗風險強嘅優質資產，避開依賴本土港元消費、受流動性衝擊大嘅弱勢板塊。持有外幣資產嘅朋友要時刻緊盯港美息差同匯率波動，千祈唔好盲目套利。美聯儲節奏隨時逆轉，小額利息好容易被手續費同匯率虧損吞噬，得不償失。最後喺資產配置上，順應香港金融轉型大勢，適度佈局離岸人民幣、低風險理財債券同固收產品，分散單一港元資產嘅系統性風險。未來嘅市場比拼嘅唔係短期高回報，而係長期抗風險能力同穩定現金流，保住本金規避風險，先係而家理財嘅第一要義。最後同大家梳理一次全文核心，由全城瘋搶嘅港元高息定存切入，我哋揭穿咗全民穩賺嘅假象。證實呢個係銀行應對流動性危機嘅自保手段，透過季度結算同美聯儲議息雙重風險，拆解咗未來短期金融震盪，深化港元邊緣化、企業融資轉型、資金外流三大結構性難題，明確咗香港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嘅轉型定位，亦都為普通市民提供咗全套資產避險方案。市面所有反常嘅金融現象，從來都唔係偶然，高息定存、流動性收緊、樓市分化、港元承壓，全部都係港元流動性長期收緊衍生嘅連鎖反應。做投資、做理財、做資產配置，絕對唔可以只睇表面收益，一定要看透底層邏輯同長期大勢，先可以避開隱形財富陷阱，守住自己辛苦累積嘅身家資產。如果呢條深度拆解片幫到你，徹底理清咗香港銀行高息、樓市走勢、跨境資金嘅底層真相，成功幫你避開潛在嘅財富風險。麻煩大家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多多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嘅睇法。我會持續更新香港金融、樓市、利率、環球貨幣政策嘅深度乾貨，定期分享資產保值、避險避坑實操技巧，帶你精準把握市場趨勢，穩穩守住個人資產。我哋下期再見。